條裙咧超級厚實，同埋佢都幾多設計位。除咗前面嗰個拉鏈之外啦，佢個手袖嗰度咧其實有幾粒紐嘅，可以拆開俾大家睇下。佢可以控制到佢個撲撲度。如果你想去收啲 Q 啲，你就扣入啲咯，或者鬆啲都得。咁啊兩個唔同嘅感覺嘅。咁另外咧，佢仲要有袋啦，同埋後面咧亦都有 pocket 嘅。咁佢成個型咧係 A 型得嚟咧，好好睇嘅感覺㗎。佢唔會話太長太短啦，好有一個質感喺入面嘅成件衫。其實襯褲都幾好。襯褲就另外一個感覺啦。咁秋冬如果有襯 boot 嘅話，或者波鞋咁樣襯都幾靚。